祝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咱过来到主的圣殿，用咱心灵来敬拜主。对今日开始，咱的早祷会会对8:40开始，有15分钟的祈祷的时间，15分钟敬拜。这是咱亲近上帝上好的时间。愿主咱会当提早来到教会，做伙来享受主的听。今日11月第1礼拜，这个月开始，咱教会有一福音的时间，一个新的开始。你看阮大家头前遮毋免挂口罩，这嘛政府开放规定的，所以一个真好的开始。愿主拢充满咱的心，带咱有较无灵来敬拜主。只是咱来唱这首的诗歌，来准备咱的心，亲像鹿，心无溪水。我的心切切希望你亲像鹿，心无溪水，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心无来敬拜。我的心切切希望你。我的心切切希望你亲像鹿，心无溪水，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心无来敬拜。主我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归咱，我的敬拜。你是我。我心都要来降服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心无来敬拜你。我的心切切希望你亲像鹿。最后说，阮你过来亲近你，哈利路亚。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心无。阮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让你阮的心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归来敬拜，我心都要来降服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心无来敬拜你。首先来为了咱家己的过犯来认罪悔改。为着上帝保守甲祝福现场，来感谢甲学乐。为着咱所听厝里人的健康信仰来祈祷。现场你家己互主来使用，无论你是啥物款的年纪，主拢要用你。你莫讲我是老的，主要用智慧的人来成做别人的祝福。咱开声来为这代志来祈祷。主啊，上感谢你，主的灵来充满阮，主你来帮助阮。阮常常有犯罪在你面前，主求主你来帮助阮，阮的认罪悔改在你的面前。主啊，所感谢你为着过去你所享受的保守甲祝福，献上阮满心的祈祷。主，你是听阮的主，你是赐丰盛的主。主，阮为着过去你的保守、你的带领、你的引带，献上阮的代祷。主啊，所感谢你，为着阮厝所有的人来祈祷。主，阮将爸爸、将细囝、王恩孝、恩还能见到你面前，无论在什么所在，你保守因有欢喜、敬拜你的心，有健康的身体来恩赐你。主啊，所感谢你，主啊，求你帮助阮，献上阮家己，搁互你使用，当阮这个器皿在你面前，求主你帮助阮，搁较亲近你，我哋都感谢你，主啊，所谢谢你，赞美。
咱用大声来唱，求主来充满咱。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幸福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快乐平安，我心都动要来欢呼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幸福。我一来宣告，主你是我的快乐，你是我的盾牌。你是我的快乐盾牌，我心不动要来欢呼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幸福来敬拜你。主是咱的快乐，是咱的盾牌。主嘛是咱教会快乐，甲咱的盾牌。所以咱来为了教会来祈祷。首先，咱为了牧师有健康、有喜乐、有活泼的灵，会当对上帝遐来领受异象，带领咱所有的信徒来前进。第二，咱为着咱信徒有靠无上帝的灵，会当活出基督的生命来祈祷。靠无是上帝所赏赐的。当你若靠无顺，你愿意来亲近主；当你若靠无顺，你也愿意读上帝的话语；当你若靠无顺，你会希望来主的圣殿来敬拜伊。求主赐落靠无灵伫咱的中间。第三，咱来祈祷，求主除去所有撒旦的攻击甲破坏，互咱的教会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是一个充满上帝快乐的教会。当你的教会愈刚强的时阵，愈有快乐的时阵，撒旦的攻击愈大。所以咱兄弟姊妹爱着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求主来保守咱开声来祈祷。最后，上感谢你，求主你灵来充满伫阮的教会中间。最后，所求你灵来充满伫牧师。最后，所求主你，互伊有勇敢的心来领受你的喜乐，你的平安，你的唯一伫阮的中间。最后，所求主你领受活泼的灵伫阮的中间。最求主你的带领，互我有领受主收听异象，互我带领信徒来用来做见证。最后，所求主你帮助阮所有信徒，我愿意一届来立志，较无伫你面前，我会当领受主你的充满，阮欢喜。读主的话，欢喜行主的话，就主你来保守阮，互阮的信徒真正充满着主你的喜乐、欢乐伫你面前，互阮的教会成做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活泼的教会，然后充满着喜乐的教会，互阮的教会无受到撒旦的攻击，互阮当心拍灭伫这个所在，当心来为主来祈祷，求主你保守看顾阮。最后说感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你。最后说求主你帮助阮，互阮想象着领受你的恩典，哈利路亚，感谢主。主你是我的快乐，是我的盾牌。你是我的快乐盾牌，我心不动要来欢呼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幸福来敬拜你。我的心切切地，无你亲像落去无溪水，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幸福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快乐盾牌，我心动动要来欢呼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幸福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快乐盾牌，我心
条，咱继续为着咱教会来祈祷，特别咱来为着咱的青年的事工来祈祷。今日是主日教育事工纪念主日，咱来为着咱教会会当兴起更较侪伟新少年的领袖，来成做这个世代的祝福。你若有孙啊，你若有囝的，你爱鼓励伊来教会，你爱参与教会。互伊世世代代会当带着主的祝福，继续持守这种的祝福，互因无迷失伫这个世间中间。所以咱这时也要为着咱教会主日学、提摩太、甲基甸牧区来祈祷。第二，咱为着咱教会小组的事工来祈祷。伫疫情的中间，咱的小组发挥极大的力量，咱的小组长成做牧养关怀的中心。互咱教会当持续伫即个疫情的中间，会当更较成长。第三，咱为着咱续接11月、12月有济宣教的事工来祈祷。咱这个时阵也要邀请济新的朋友来咱中间。咱后礼拜有爱城的诗歌见证会，咱个感恩节福音大会，啊个咱真老病老院长的见证会，甲咱的圣诞福音餐会。毋是咱来参与尔，咱要邀请咱的朋友做伙来领受，咱同心来为着这些事工来祈祷。所以说感谢你，求主你灵来充满着我的教会。所以说感谢你，互我的教会充满着主你的开展，互我的青年的事工得到你的保守看顾。所以说我都感谢你，主你来兴起更较侪青年的领袖伫我的中间。所以说你兴起侪听主的青年。主要说，阮将阮小组长仰望伫你手中，求你灵来祝福阮所有小组长，互因靠着主你来光强。主要说，阮的小组的宣教要来持续伫阮的教会中间。主要说，阮为着咱明年底的事工来祈祷。主要说，求主你保守看顾阮，互阮常常来领受主你的恩典。啊，你感谢我了你。主要说，求主你保守看顾阮。主要说，感谢了你。阮听福强教会，算是主阮知你更较听福强教会。主你兴起阮所有的信徒，阮真正较无来到你的面前。虽然阮生命中间有济的挑战，总是阮要倚靠主你来刚强。所以说，倚靠你来得到祝福，求主你恩典来充满伫阮的教会，互阮的灵充满着喜乐，互阮的教会充满着你的快乐，会带领更较侪人来亲近主。感谢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听主的声音。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阿喜通听主声音。轻轻听，伊要轻轻听，我的无遮忍嘛我的声，你是大无遮。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谈主的声。伊是大无遮，生命的主宰，我的无遮认定。主要说是咱生命大无遮，哈利路亚。伊是大无遮，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谈主的声，伊是大无遮，生命的主宰。我的无遮，听伫我的声。主是咱的大牧者，咱每一个祈祷，主拢会听。这是咱特别来为了几项代志来做属灵的征战。第一，咱就为了咱教会中间心灵受到疾病，还是邪灵来压制的兄弟祈祷。我在咱的家庭中间有一个青少年，唔知什么原因受到压制，咱来为着因的性命来祈祷，求主来帮助因活出喜乐的性命。
第二，咱也为咱教会中间有一个婚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受迫害兄弟祈祷。当撒旦要迫害咱的信仰的时阵，伊就对咱核心的生活来迫害，对咱的婚姻中间、对咱的家里的关系中间的迫害，咱来开声为着咱教会所有兄弟来坚固。第三，为着咱教会有一个工作需要突破的兄弟来祈祷。第四，咱为着咱中间有一个需要身体得到医治兄弟来祈祷。这是一个属灵的精神，咱来开声，当这为了这的事工来祈祷，愿主来保守，咱开声来祈祷。主啊，感谢你，求主你灵来充满伫阮的教会。哦，主啊，所愿在阮的青年中间有这灵内底受到压制，求主你保守看顾阮。哦，主啊，求你灵来充满因医治看顾因，互因无去受到压制，互因得到医治。主啊，所愿感谢你，主阮要征战，主阮中间有这婚姻得到迫害，主阮求主你来帮助阮，互阮的教会的兄弟的婚姻无受到撒旦这迫害。求你灵来充满阮，求主你保守看顾。阮知影，阮伫婚姻中间、伫亲子关系中间，需要主你来帮助阮，求主你保守看顾阮，阮的工作有需要得到你的祝福的，求主你来看阮的教会，求主你保守看顾阮，可以看阮的天家，阮中间无心啊破病，求主你医治临到伫阮中间，主啊，所求主你看顾，就是阮感谢你，多看顾。主啊，所阮真正需要你，真做阮的帮助，无伫身体，伫心灵。伫婚姻、伫囝儿关系中间，主啊，说你真做阮的中保，保守、看顾、祝福阮所有兄弟姊妹。主啊，说阮需要你，需要你更较大的祝福，伫阮的工作中，求你来祝福、希望阮手所做一切，求主你帮助阮，感谢主主啊，所名求，阿门。咱起立，甲唱几首的诗歌，轻轻听。我要后时空听出声音，轻轻听，伊在轻轻听，我的无声，忍嘛我的声，伊是大无声，是命的主宰，我的声。只听帮助的声，伊是大无声，是命的主宰。我的无声，忍嘛我的声，伊是大无声，是命的主宰。我的声只听帮助的声。该宣告，主要说你愿生命都无错，伊是大无错，是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帮助的声，伊是大无错，是命的主宰。我的无声，听听我的声。人当心来为着咱教会今日聚会来祈祷，首先为着你家己来祈祷，来准备你的心来领受上帝要给你的唯一甲祝福。第二，咱为着咱求上帝来恩膏膏抹牧师甲所有法师同工。第三，咱求圣灵的同在，充满伫咱的圣殿，伫咱敬拜中间，主来赐落医治甲安慰伫咱的中间。咱开声为着今日聚会来祈祷。最后说感谢到你，你灵啊充满伫阮的今日聚会中间，祝你所谦卑较无灵伫阮的中间。最后说我领受你的话语，愿意主来领受主你的祝福。最后说求主的膏抹阮所无事，好使你的面前。最后说感谢你，有圣灵来充满伫阮中间，有圣灵来同在阮，求主的保守看顾阮。求主感谢你，哈利路亚，感谢主，最后说感谢你，谢谢下面。
主要说今日是一个得胜的日子，主要是你要高举你的日子，求你来充满伫福宫教会圣殿中间，当我来敬拜你的时阵，求你的话语、你的安慰、你的医治，要输入伫阮的中间，来满足我每一个兄弟姊妹的需要。求你来充满阮，互福宫教会成这个你所欢喜的教会。感谢儿主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这是咱要来唱歌儿主来歌声唱，主要说阮的儿你，就是堪比阮儿的大君王，哈利路亚。来大声唱，来大声唱。咱着坐下了尊重大君王，来大声唱，来大声唱，咱着坐下了尊重大，来大声唱，来大声唱，来大声唱。咱着爱下了尊重大君王，来大声唱，来大声唱，咱着坐下了尊重大君王，只有伊脚底阿拉伊是主。跪拜，人拢叫生命，伊是主耶稣，伊是主耶稣，伊是主耶稣基督。来大声，咱大声唱，来大声，哈利路亚。咱着坐下了尊重大君王，来大声唱，用你的生命来儿主，哈利路亚。咱着坐下了尊重大君王，只有伊肯定阿拉伊是主，多差。现在的高言王，万民着跪拜，万人拢叫是的，伊是主耶稣，伊是主耶稣，伊是主耶稣基督。来大声唱，来大声唱。咱着坐下了尊重大君王，来大声唱，来大声唱，咱着坐下了尊重大，来大声唱，来大声唱，来大声。兄弟姊妹，开你的心儿主耶稣。咱着坐下了尊重大君王，来大声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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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着坐下了尊重大君王，只有伊确定阿拉伊是主，高才。现在的高言王，万民着跪拜，万人拢着生命，伊是主耶稣，伊是主耶稣，伊是主耶稣基督，只有伊肯定阿拉。主耶稣，你看俾我的儿乐，哈利路亚！高才现在的高言王，万民着跪拜，万人拢着生命，伊是主耶稣，伊是主耶稣，伊是
是主耶稣，咱真个主耶稣宣告是基督，伊是主耶稣，伊是主耶稣，伊是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主耶稣感谢了你，主耶稣感谢你，你是主耶稣基督。何等恩典，我能常常做你的囝儿，我们的兄弟姊妹，拢用诚实的心敬拜你来到你的面前，用真实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目，予我看见。勇敢阮的心，领受生命活水，甲对你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比你夸给我，何等恩典，你不会为我来。水要充满了，用真实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目，予我看见，勇敢阮的心，领受生命活水，甲对你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看给我，何等恩典，你不会为我来，何等恩典，你用尊贵荣耀做我冠冕，我的嘴要充满。心内悲伤，你的名，主头放人所有捆绑，哈利路亚。你有山走，我所捆绑；你有山走，我一切担当；你有山走，我心内悲伤。你的名，放伫我马路，何等恩典，你看给我，何等恩典，你不会为我来，何等恩典，你用尊贵荣耀做我冠冕，我的嘴要充满。尊贵荣耀做我冠冕，我的嘴要充满了。主耶稣，感谢你，这是咱人生诗575首，耶稣带我行天路。耶稣带我来行天路，带我向前日进步。世间无论危险艰苦，救主耶稣是叫保护。我的救主基督耶稣。
全能成就时刻保护，我要真心地你脚步，你大是阮亲像保护。无论拄着烦恼艰苦，还是行疲惫拖路途，无论海面也是山顶，都是大位主演保护。我会叫做基督耶稣，全能成就时刻保护。我要真心对你脚步，你大是阮亲像保护。我打尊像基督耶稣，我行天路自我祝福，世间路好，路无条条做出成就看我保护。我会叫做基督耶稣，全能成就时刻保护。我要真心对你脚步，你大是阮亲像保护。求主常常照顾，小事诚心苦气帮助，到尾他呀。时时关心真只是人的主保护。我会叫做基督耶稣，全能成就时刻保护。我要真心对你脚步，你大是阮亲像保护。慈悲疼人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赏赐这个美好的圣日，让阮正受阮的今日三级组织，伫遮同心聚会，同心敬拜。主啊，阮要感谢你，因为你用大施恩亲手来保护阮，让阮经历过几啊个月疫情限制的时期。但感谢你，让阮今仔日会当自由，而且会当和谐做伙，同心组织你的圣殿。这是上帝你美好的恩典甲祝福。愿阮大家用着感恩的心组织，用懊恼的心来赞美上帝你的大权能，也用渴慕的心来领受你圣经的真理。愿阮今日聚会对头到尾，上帝你圣神亲自压榨、引带、带领甲启示，也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拢领受到这个美好祝福的时刻，是一个神圣的时刻，是恩典的时刻，是上帝你带领的时刻。感谢你，我要学习主耶稣教示我的祈祷文，来同心祈祷讲：愿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我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我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我的人。无你带阮一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各位兄弟姊妹，咱对11月开始哈，咱这个政府的规定就慢慢放松互咱会当安尼自由无受限制来做礼拜政府嘛有稳准啦就是这个主领的同工会当无挂口罩，总是咱兄弟有缘来保持咱挂这个口罩，互咱保护的安全安尼咱甲下面的时间来交咱的词汇。启用，请咱做伙来启用。启用文第5篇，诗篇第8篇，由我来启，会众来引。上主，阮的主啊！
就报最后一页，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你起造要塞，封闭敌人。看到你亲手创造的天，啊，人算什么？你要遐尼关心？你创造人，互伊比天使小可较低。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一切的羊甲牛，空中的飞鸟。上主，阮的主啊，你的威严普遍全地。同心来祈祷。世界真光，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满心感谢阿罗你。你是创造天下万邦的主，万物瓦靠你的恩典徛在。感谢主，阮有看见台湾的肺炎疫情渐渐受到控制，人民的生活豆豆恢复正常。伫圣的主日，你带领阮来到伫你的面前，吟诗敬拜祈祷。阮感谢你听阮众人相思独生圣囝耶稣基督，用伊的宝血来洗净阮一切的罪甲不义，互阮通来到伫你的施恩宝座前，得怜悯，得保护，经历十字架的救恩，叫一切信你的人无得灭亡。还得到永远活，因为主，你看阮每一个人最宝贝，你实实在在疼惜阮。伫过去的日子，阮有得罪你、忤逆你、远离你，求你赦免阮。阮有得罪人，互人为宽容原谅阮的，阮也要宽容原谅别人对阮的过犯。今仔日伫阮中间，无论是带着喜乐欢喜的心。求你接纳阮的感谢甲懊恼，或者是有人带着忧苦悲重重的心来到伫你的面前的，求你亲自安慰扶持，互阮伫你的厅内底无惊吓，会当信靠你。有身体欠安的兄弟，求你伸手医治，早日康复。有家庭、婚姻、事业、工作、经济需要的，恳求主施恩帮赞解决。今主日是教会教育事工关怀主日，主日学教育、门徒培育、灵性形成、生命教育，毋但是总会教育委员会年度的事工，也是地方教会重要的教育事工。主啊，你互富强教会徛起伫这个城市、这个社区，教会亲像学校，无论是伫成人主日礼拜。儿童主日学、主日查经、社区音乐班、社区学院、团契讲座、周末讲堂、门徒大学、哀伤陪伴、离婚关怀等等，主你兴起侪的工人投入有份伫整个教会教育事工当中，这个教育事工以人以信徒最中心的理念来推动。总是阮也阁有侪欠缺，无够也照顾袂着甲所有的人，因为人是遮尔有限，阮需要对你来的智慧甲眼光来引带阮做正确的教育计划，为着你的名继续努力向前跑走。但只是恳求主的神甲阮伫地，使阮有安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互夏牧师今早起所要传讲的信息，伫生命智慧的教导来成做你我的提醒甲学习，使互阮搁一摆领受属灵的美娘，甲你三个人同心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三甲恭守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2位的圣经，由我来读。以赛亚书54章13节：你的囝儿拢要互耶和华驾驶，你的囝儿要得到大平安。箴言3章11到13节：我的囝，毋通看轻上主的管教，嘛毋通厌恶伊的责备。因为上主责备伊所疼的人，亲像老爸责备伊所喜爱的囝。得到智慧的人真有福气，伊有得到聪明。圣经读到这，愿主赐福听叹伊的话的人。赞美，请主日学影音献诗所献的诗歌，小小双手为主做工，走走走。吟诗后，请牧师讲道。今仔日所要传讲的信息，得生命智慧的教导，请咱恭敬来领受。是毋是咱任务迄个操作袂好势？牧师先来分享，小等下吼，咱报告煞主日学的影片做伙放好无？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先感谢主，互咱伫今仔日咱来定做即个教育主日咱事实一般教育主日拢是用即个10月份啦10月份。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时间有点长短。咱主日学嘛袂赴通好实体的聚会，来练习所以要用影音来做献诗啦小等下咱有请硕龙长老来做教育事工的分享介绍，嘛要报一底片来认捌咱的主日学事工小等下唱歌啦合作会安尼咱要分享主的话进前，咱大声来祈祷。主必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因为你的祝福，互阮会当聚集伫遮。今仔日，阮要通过教育主日来三甲思考，阮要受耶和华的教导，是安怎伫生命的中间来得到真正活命甲智慧。愿你的话成做阮的帮助，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先来分享主圣经的话啦毋知。投影片升起来不要紧，咱慢慢来做整理得生命智慧的教导，尼表示讲，咱有真多的学习啦伫咱人生的过程中间有真多的学习，有时是知识的学习，有时是迄个生活技能的学习。咱三甲要想的是讲，若伫信仰上要接受生命智慧的教導，是對什麼款的管道？咱的教會扮演什麼角色？咱的兄弟姊妹，咱的會友家庭扮演什麼角色？小等下咱經濟會當做些學習但先是講對拄只咱所讀即個以賽亞書54章13節，即個聖經節，伊講咱的兒女攏愛受耶和華的教導。你表示講教導有真濟種，咱的囡仔對細漢出世，
就伫咱父母的教导的下面。我想，咱一个人无有可能出世啊，逐项拢会啦吼。我会记得咱进前捌定看见一寡足特殊的迄个故事，比如像越南战争吼，越南战争的时阵，因为有迄个装卡的士大人感觉讲哇，这战争毋知会死啊，我吼啊，所以带伊的细汉囡仔吼入去到深山那内，啊，怎啊甲世界无咧交往，无咧交往。啊，到毋知过几啊十冬啊，互人发现到，伊变做亲像讲住伫山林内底野人，咱讲野人实在是无好听。毋过意思是讲，甲文明社会拢无关系啊。啊，伊即个囝吼，已经30-40岁啊，也袂晓讲话，也袂晓咱所有文明的知识安尼。啊，所以咱拢知影，对细汉开始，咱拢在做教导。但是圣经特别提起着讲，儿女拢爱受耶和华的教导，到底什么意思？以赛亚书54章13节讲：你的囝儿拢要受耶和华的教示，你的囝儿要得到大平安。教示是得到耶和华的教示，这个教示讲会得到大平安。啊，那安尼，这个教示就足宝贵的吼。有人讲你得到这个学习，比如参加某一个课程，你通摕到一个证照。啊，你参加某一个课程，比如你参加迄个驾驶这个考试，啊你会当摕到执照，啊你说你开车就较安心。逐项拢有伊的目的啦。但是圣经甲咱讲，互耶和华教导的人，你的儿女要得到平安。啊，那安尼，这可见毋是普通的学习啦，因为耶和华的教导是得到生命智慧的教导。生命智慧就是整个全人，一个人徛起伫这个世间，对细汉到年老拢有路用的，这才是生命的智慧。啊，咱下面几位，另外第二段圣经节，箴言3章11节到13节，伊讲了更较详细。伊讲毋通看轻主的管教，毋通看轻。啊，那主的管教是安怎管教？咱就是咱要学习的所在。迄个管教管甲教有时小可有点无相共。迄教有点是讲啊，大家来坐伫遮做伙上课。若是管呢，有时是咱有错误，对毋对？有时咱行毋对去，啊，要甲你管啊，你好像有啥无注意，啊，若无就是讲无啥爱，啊，甲你挽回转来。咱的囡仔对细汉开始啊，有时去黑白耍火，啊，咱吼甲管教，因为毋知影危险嘛。啊，所以有真侪事是用讲的，啊，就听有啊。有的时吼，啊，你去拄着啊，才知影。啊，咱人生活逐日拢爱3顿拢爱食物件，咱生活逐日经历的拢无共款。啊，所以咱就是对遮得到生活的智慧嘛。哇，天气要冷啊，咱都爱穿较侪衫，较袂寒着吼。啊，热人咱要安怎互伊通风，啊，人袂去热着安尼。啊，咱圣经箴言讲，咱毋通看轻，表示主的管教是有路用的，是对咱好的。有时是感觉无爽快哦，有时感觉无自在，有时感觉忍受袂掉，有时若管教较重呢，有时是甲你的生命财产有关系呢。啊，这个拢是上帝的管教的一部分。讲毋通厌恶伊的责备，责备就是咱做毋对去啊，咱行偏差去啊，咱有软弱啊，会甲你提醒。啊，你若听到即句话，你就知影讲，咱做父母的定来做即款工课，袂甲毋是吼。啊，若囡仔逐项拢知，啊，咱就放心啊呢。啊，事实咱真侪父母的拢定来操烦啊。到即使到伊偌侪岁，你嘛是咧烦恼。啊，表示上主的管教甲伊的责备是重要的。伊用这个理由来做譬如啦。上主责备伊所疼的人，有疼才会责备。啊，无别人的代志吼，咱也好势管。但是有的人有一种安尼较安尼对社会意识较悬啦。伊感觉讲，即个无我的代志，但是我感觉讲应该爱讲。比如讲有人开车骑车啊，无照规则，咱有时会甲比如讲你袂使。啊，毋过咱台湾吼爱细致咧，比咧到地话，煞无代志比有代志安尼。毋过外国人吼，外国人定定拄着迄阿嬷吼。伊足好甲人指责咧，讲你这毋对，开车安尼无照规矩。比如讲美国
伊咧开车的时阵呢，你无人的十字路，你嘛都爱停落来，你袂使无人甲摔过安尼。你若毋拄好路过吼，后壁就只车对来啊，甲你比讲，你咧创啥货啊？你若会使无遵守交通规则，通常拢是阿嬷，迄阿嬷吼足歹的安尼。就是讲社会嘛是有一种伫甲人教导的人啦，但是通常互人教导的人心肝拢足袂快乐，对毋对？你若讲有时拄着咱小可无细字违规啦，是小可无啥照规矩，人甲你补你嘛，感觉足无爽快。通常有时好的提醒互咱拄着安全。伊讲上主责备伊所听的人，亲像老爸责备所意爱的囝，因为伊有意爱有听，所以迄责备是好的。人就是讲要安怎去领受到迄个，知影即个对咱是好。常常咱咧教囝，特别是青少年，伫迄个青春期的时阵，拢会一种对抗嘛。咱嘛定讲，我为着你好，你哪会无爱听？你就听袂落，因为伊无感觉讲你是咧听的。你逐摆拢甲我束缚，逐摆拢甲我管，安尼。迄是一个磨合的过程，是一个听的表达的过程。所以箴言3章11節到13節，甲咱講，第3節講，得到智慧的人真有福氣，伊有得到長命。有智慧的人才有福氣，有智慧的人得到聰明，就是講得到領悟啦、曉悟所以對萬事就亨通啊。伊到逐個所在處理代志伊攏有一個原則，有一個標準，嘛是有一個真清楚的指標。講這是耶和華的教示，這是上好的。講你會得到平安，就是這個意思。咱人攏有真濟時陣是因為咱無知，也是講咱對代志看了無透徹，所以會發生真濟艱難的事、艱苦的事，也是感覺心內鬱卒的事啦。所以兄弟姊妹，咱講愛受耶和華教導，教導啥個？咱毋是講空嘴保指爾嘛。事實主要有佇這3項啦。咱伫厝內做父母的，你都愛用到聖經的話語來教導你的囝兒4歲，因為有真多的知識教育，對電視、網絡，也是去學校，真多的知識攏教真多啊。但是咧生命的智慧是都愛親身做示範的，你愛用聖經的話做標準，互伊知影講，佇世間一切真多無共款的價值觀的中間。無共款的想法理念的中間，咱要用聖經做標準。所以現在世界有真多的國家的迄個基督教家庭伊感覺講咱社會一般的這個教育有點偏做世俗去啊，無有迄個聖經的真理。所以有的即馬世界足流行叫做在家教育，捌聽過我家己教，我的囡仔我家己教。我免去學校，煞好誒學無着，歹誒學一大堆安尼。當然你講哇，安尼要安怎修？咱有可能大個家庭攏有法度安尼啦嘛有誒教會講安尼好，你一個家庭一個人教無咱教會來教，有誒教會是安尼慢慢當然伊無強迫啦。講好，咱誒教會要來辦一個兒童家己自家教育，甲政府申請，講即個認定我教了去參加迄個叫做認證的考試，安就好啊，安尼。是安怎？就是伊感覺講有真多的教育，世俗來束縛。若迄陣要甲改真困難。上出名就是佇倒位呢？佇咱足濟人捌去參觀啦佇迄個甲仙閣入去迄小拿遐閣入去有一個叫做新約教會新約教會迄錫安山因所有的家庭攏做伙生活而且囡仔無互伊去外口讀冊，都家己教。當然這有佇社會真濟限制啦，但是重要的重心是講，你佇期待你的囝兒有一個真完整的培育的中間，你有甲聖經耶和華的教示看作是足重要的一部分無？第二，咱教會就是做一個配合的工作。就是伫教會做信仰教育的生命的培育，所以咱會鼓勵會友甲囡仔帶來教會，有一陣熱情的老師，一陣咱安尼有聖經基礎
要圣经的教师来培养囡仔了解圣经故事，认捌迄个好歹，认捌上帝，认捌真理，背金句，这拢是一个真水的这个信仰培育。首先，咱这个信仰培育，唔是只个针对囡仔啦。咱讲受耶和华的教育，就是一生的教育嘛。生命，咱有讲少年的需要教老唔免的，是一个全能全人的教育。那上介好的，唔是知识啦，唔是靠一本册甲你教讲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上重要是咱做长辈、做时代的，你亲自做模范，用生命来影响生命。这就是整个这个耶和华的教师的一个内容啦，吼！唔是讲你坐伫遐，耶和华干那甲你教，是你正做耶和华的功夫、耶和华的器具、耶和华的车用，甲你所领受到迄个生命的智慧来教导伫下一代。所以若讲到这，咱知影讲知识甲生命智慧的教导，有时是无共款的，有时是册里无得教。最近我因为有咧读一寡论文啦，吼，有人迄个写论文需要审查，读到讲咱台湾吼早期的原住民吼，原住民因拢无迄个文字啊，对无？原住民也无字，也无啥物物件，拢用口述的，有口传的，所以咧。迄囡仔细汉就是对士大人出外去学拍啦、山哪边啊生活落来，也无水，也无火，也无路，你变啊生存落来，所以就是对士大人开始学习，所以你讲起到这原住民早期也无外来的文化文字影响的时阵，因就是学了一套甲山哪做伙生活。共生的一个智慧，有人咧评论吼，讲咱有时看见原住民伊咧伫山顶生活的智慧，讲人有时因的观念吼，比咱平地人安尼加先进几啊十档呢。因安怎甲自然做伙生活，无破坏大自然，大自然像一个大冰箱，甲你欠逐项物拢互你活活青青，拢足新鲜的，互你食。安尼即款智慧，敢有比咱较高、较无够？咱都爱摕冰箱，咱都爱去用些微波炉来烧咧。即款的意思是讲，即个知识甲生命的教育，有时毋是干那用册来教。我有看见一个足有意思的即个故事啦，寓言故事，讲水果甲经济的故事安尼吼。讲一个妈妈阿姨食饱了咧切果子吼。伊个囡仔就是人讲开始启蒙期足好奇的吼，伊就问妈妈讲：妈妈，现在吼苹果吼内底籽遐少粒啦，吼，咱若切落去较中心遐几粒种子安尼，吼，这是苹果。佫看一下讲，食第二种果子，讲妈妈迄木果果籽来遐济安尼，吼，迄籽来遐济安尼，哇，就开始产生一个问题啊咧，这都毋是去学校教啦。就是你的生活，伫你的客厅，吼，伫你的餐桌顶缘就开始教咧。这个故事咧讲，这个妈妈讲的话吼，真有迄个智慧的话啦，吼。讲囡仔问讲是安尼，妈妈就印一句讲，种子的数量是由苹果的老母甲木果的老母决定的。意思讲妈妈吼，生苹果生迄个木瓜，就是即个木瓜树啦吼。伊生的就是安尼嘛，吼，多的种子，少的种子，安尼。但是呢，种子若要生出偌侪水果，是种子甲伊决定。老母甲即个苹果生落来，木瓜生来，遐侪籽，就是安尼。但是你后摆要发偌侪水果，迄就佫换你种子甲伊决定啊。伊看普通种子吼，种子就是讲。只有8粒啦，吼，迄个苹果的果种子，足好食，足好算的。若甲8粒种子带落土内，后来会发出偌侪苹果吼，无人算会清楚。所以意思是讲，咧讲即个故事咧，甲囡仔讲一粒种子，伊的气力是足大的，无限的。但是你后摆要发展吼，
迄就看你即粒种子伫什么款的土壤内底，什么款的气候内底，有栽培无？然后老母佫摕出迄个木瓜的种子，佫甲囡仔讲吼，你甲迄个咱遮种子拢迄个外壳拢软软吼，点仔一丁软嘛，甲掰开的时阵吼，迄粒种子内底吼，内底掰开讲是空的呢，吼，迄个木瓜子啦吼，讲内底是空的安尼。迄个囡仔讲，你甲用刀甲切开迄个木瓜子内底就空壳的啦，是安怎？老母就佫甲伊教，伊讲种子有两种物件。这种子有两种物件，一项是你看袂到的不可知的本质，这看袂到的物件，所以你决定这粒种子后摆会发什么果子哦。看袂到，真奇妙。一项是无限的可能性。一粒种子遐尼细，咱圣经耶稣定咧讲挂菜籽，野种的譬如，迄个籽有迄个空的本性，有迄个空的本性，看袂到。但是呢，一粒种子，伊是安会生做遐尼大丛，佮结果子呢？因为伊要吸收啦，要吸收日光，要吸收空气，要吸收雨水。这就土内底真奇妙的粒子，一粒种子，因为伊空，才会当接收。若湿就无去啊。就咱亲像耶稣讲一粒种子，也是一粒麦若无落伫土里来死。就袂让发出济，所以真奇妙。这老母用这个话甲这个细囝讲，但这个老母伊个伫遐讲讲种子袂家己大啦，都爱吸收外面的营养才会当。所以科学家有发现一个足奇妙的一个结论，讲种子伫，比方咱伫市内伫咧花瓣内底，也是讲花坑内底。你种子甲种落都空空对毋对？毋过后来大长起来咧，甚至有的人足够栽培像咱迄柑细粒柑会当种一丛柑伫迄个花坑内底。毋过足奇妙，种子大起来变一支樟树啊！但是上奇妙是讲土无少啦，对无？土无减，是迄丛树会大丛咧。伊咧讲伊的奇妙，表示讲这粒种子就是伊的。空性，迄个空啦，迄个空通接受外在的气力来长大所以这个能量就主要是啥物呢？主要是日头、空气甲水。上帝这是拢是上帝粒子，但是这个妈妈用这款的话这个囡仔要互伊体悟中，讲你就像一粒种子共款啦。种子透过空性来吸收外口的能力，让大丛做树。囡仔就是一粒小小的种子，有日光明亮的心，有呼吸迄个好的生活的空气，来吸收充沛听的能源。意思是讲，用种子大丛的故事来讲起一个细囝，伊都爱吸收到水好，才能得到大。遐尼是袂讲树若大了有够大，就毋惊风雨，毋惊寒冷，会结出侪的果子。之前几啊年前，我看见一个小故事嘛，感觉真有感触啦吼。讲有一个细汉就互老爸安尼家暴的囡仔，伊后来发生真严重的后遗症，有忧郁症无自信。这个老爸到囡仔大汉了，伊才感觉讲我实在是罪恶足大啦，伊家己足后悔的。所以一个新闻写讲，家暴妇用烫车骹环岛来赎罪，行12天啦，14万步。讲伊就用一个牌吊的，讲要甲大家证人讲细汉的时毋通老爸起性地就要拍囝啦。迄对囝是足大的伤害这个故事几啊年前这头前是老爸，后壁是囝。这个囝字叫做林凯伟，老爸叫做林福哥啦伊行台湾来宣布反霸凌因咱知讲台湾的社会这款霸凌的代志足严重，伫学校嘛是安尼。
所以即个林凯伟讲对细汉就互老爸家暴，搁学校吼，伫学校搁互囡仔同学甲伊语言暴力，讲拄煞引起躁郁症的对。即个老爸后来为着表达伊的歉意甲悔罪，伊就招伊的囝行12天来传道安尼。即个老爸行到一个所在，若有人要听伊讲话，伊就讲吼，伊家己骂家己讲，亲像一只猪共款啦。伊是讲吼，哪会遐戆安尼？囝儿袂晓听，所以伊就强调暴力无温存第一届。伊讲若发生第一届，就会定来发生。呼吁讲百姓讲，大家来阻止暴力，来反霸凌安尼吼。这是这个爸爸的一个家己的骄傲，用这个办法来赎罪，嘛唤起正人。所以表示讲，伊家己身价无好，用这个来赔罪，要用伊的亲身的经验，望大家会通避免这个事安尼。所以兄弟姊妹，咱知影讲有一个亲子教导的原则啦。伊讲吼，应该食的苦伫厝里食就好啊。意思讲，咱咧教导囡仔，伫社会有偌侪黑暗，有偌侪你无法度预料的危险，你毋通亲像一个安尼，人讲保护，拢甲保护足条的，像温室内底安尼。煞地到后来伊出外的时阵吼，面对即个多变的社会、混乱的社会、你争我夺的社会，煞袂晓应付。意思讲，若袂就喺囡仔时代就伫厝里吼，教好，应该受的苦互伊吼，毋通讲安尼，若做出去外口，拢爸母共款，亲像爸母共款安尼，遐尼疼我安尼，遐尼甲我照顾安尼。所以即个故事，互咱知影讲，要安怎来防止，互咱的囡仔伫细汉的时阵，咱就会晓甲伊保护。互伊知影外面的社会安怎来面对，迄就是叫做生命的智慧。今仔日咱普遍有一个社会的课题啦，这个课题叫做囡仔时阵的妇孺病，这是近前几年互人提出来一个议题啦，伫美国提出来调查。这个意思就是讲，你无互伊伫厝内先食苦，知影困难。后摆你出去这个囡仔就无迄个免疫力，还是讲袂堪去面对着迄个社会严重的挑战安尼。美国有做调查讲若计生15万美金，就是466万以上的财产的囡仔，讲有2成，伊这用实际落去调查2成的人放弃工作。伊是讲我都有遮钱我何必拍拼艰苦要带咧？到最后一事无成，迄2成是足大部分咧。所以伊咧做一款的做一个主题叫做妇孺病啦。讲遮个囡仔伊得到愈多，就愈无满足，甚至失去奋斗的目标。这个妇孺的病毒，煞全世界，日本、台湾拢拄着。所以这个是美国一个商业周刊伊调查出来，伊讲，若要疼你的囝，就毋通互伊伤侪财产。这甲咱台湾人的观念差足多因为我较欠就是要互阮囝呢，但是美国是一个富裕的社会，因所拄着的，慢慢咱台湾嘛拄会着，事实嘛现在咧拄着啊。因为咱经过战后，慢慢大家台湾社会拢慢慢富裕啊是大人拢欠长内多，但是呢对囝儿足甘的，毋过到底这对因是好啊歹？以这个科学的调查伊这个商业周刊出版一个专题就是讲上好的25个迄个你的这个观念报道这个标题。伊讲这妇孺病是2字来合起来用的啦就讲这妇孺病较早无这字啦这个阿弗鲁恩扎就是讲原来是1990年后来发明伫美国的，伊讲是妇孺这字较流感啦妇孺病就讲一种流感的感觉妇孺甲流感合作伙用这个字来表达讲，即嘛新的形态的社会病安尼。伊讲，遮个父母因为供给伤多，造成囡仔伤沉溺伫物质的中间，生活缺乏目标的即款后遗症。其实咱台湾嘛有统计台湾迄个金管会
咱会记得90年代2000年迄个时代，咱台湾无去卡债有无？卡债的代志足严重呢。伫迄阵证监会统计伊讲，台湾所有卡债中间1/5是由20到29岁人所贡献的。意思讲拢遮少年囡仔去咧欠就对啦。最后是要创啥？都毋是要借去读册都毋是借去创业毋是啊。伊是去买奢侈品，你敢知？欠卡债、信用卡的卡债，拢总1478亿安尼。所以美国产生一个真重要的反思的浪潮啦，就是讲有1/5的好野人、大富豪，伊捐出财富，无爱互囡仔。伫咱的眼光内底，财富都上好的就是咱上界追求的，但是伊毋敢互伊，因为惊即个囡仔袂出脱就对啦。所以咱嘛看去真侪事实，就是讲微软的创办人就是比尔盖茨伊敢若留500%啦，毋是1/5咯，是500%。伊讲互我的囝袂夭着就好啊，剩的拢摕出来捐互社会慈善机构安尼。有2个小故事来做一个应答。德国有一个投资银行家，就是讲一个家族叫做梅兹勒这个家族，因咱一般台湾人讲好业袂过3代对无？因这个家族毋是啦，是10几代还佫遐尼兴旺。因一个秘诀讲要互囡仔关入去金胶囊内底。什么叫金胶囊呢？就是讲拢囥伫遐拢无欠互伊伫遐享受，毋是？伊讲因的细囝呢？去地区上普通的学校，逐工行路去坐公车，去学校，甲同学食共款，耍共款，做伙生活，无爱互伊特别有迄个贵族的感觉另外，美国有一个出名的家族，就是沃尔玛，咱有人去美国去，就是世界上大迄个叫做迄个店咧，迄个所有的流通的物件。这个家族叫做华顿家族伊这个董事长叫做山姆华顿，伊奉行一个财富教育的理念是啥物？伊讲是劳动互人有价值。伊就是伊的囝儿毋通讲人讲金汤匙出身的啦，捧伫手心无啦。伊讲这个华顿伊无互囡仔零钱啦。伫细汉你都爱拍工，你要得到，就你来拍拼。伫店里来佚佗卡，收厝顶，帮衬社会，甲一般的工人的标准来付因工资安尼。这是这个沃尔玛，这个华顿的这个家族伫美国这个就是讲这个所有的百岁的这个巨擘就对啦所以兄弟姊妹，咱若是对这来看，就讲这真侪物件，毋是学校的上课上倒一课上倒一课啦。较早我会记咱所有咱。牧师讲阮的，也是讲较少年级阮的会咱无定来讲较早拢叫做上公民与道德有无？那上公民道德老师拢无啥真正咧教，因为公民道德要伫课程教，都叫你背一寡名人的话安尼尔啦，出名的人的话啦。公民道德是你伫实际生活中看到公义的事，你要怎处理？生命的真理毋是用知识教的，所以兄弟姊妹。我期待咱的教会成做培育生命智慧的所在。但这培育智慧的所在，咱的教会经过遮侪年来的经营咱发展出无共款的课程，实际是互囡仔甲咱做伙伫生活中体验上帝的价值。等下咱的素荣长老伊会甲咱更较详细。我是讲大概分类啦。头一类是讲儿女拢爱受耶和华的教导。所以咱有推动主日学的课程，咱有推动青少年的培育。主日学真正毋是干那伫教室咧上课那听，老师带因安怎去体验，安怎去明白圣经的道理。第二部分是文道培育的新国民定的课程。新国民定的课程意思就是讲，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一个基本需要接受教导的。咱有推动文道学校、文道大学，佮有幸福小组的培训。意思是期待富强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拢迄个基本的，这项都爱拢会当行一遍，会当学习到。咱拄则有讲起，咱学习教导，毋是干那囡仔咧教导啦，事实是全能的，每一个人拢受教导。
还是全人的细汉、中年、大人、年老。第三部分就是这个文都培育这个丰盛生命的课程，就是多样化吼。咱做讲迄是基本的，你要行做一个文都，你爱基本的才系心理的教导。过来就是足快的吼，足侪类的，咱若定看周报，今日周报嘛写足侪哦吼，这拢是包含伫这部分内底。这个丰盛生命的课程，基本上咱有圣经研习的课程，像咱有足侪对的查经班，现在咱有英语查经班，有华语查经班，小等下咱有台语查经班，阁有青少年的查经班安尼。咱阁有社区的研习课程，像咱现在有咧进行这个理财诱导，那用圣经的话教示咱安怎管理咱的财产，阁诚侪好管家吼，阁几日后礼拜就要办啊，咱现在嘛咧办司法班，意思讲丰盛我的生活，这是一个真好的学习啦吼。阁而且咱有进行各侪种学识背技巧的研习，亲像咱安怎带地歌，咱安怎靠敬拜赞美吼，咱有真侪这乐器的训练安尼，咱教会有一个特色，就是讲咱有这个哀伤陪伴的课程，要怎帮助失去亲人的家庭，也是最近咱有搁开创一个新的课程，叫做离婚甲离婚前的关怀课程。yani即位，这拢是咱教会要通过这全人全灵的教育来帮助这兄弟姊妹，大家做伙来学习。我问讲，互耶和华教导是多面性的，有迄个固定的课程的，有一个生命来影响生命的课程的。愿主亲自通过这个，互咱得到美好的造就。下面咱要通过这首圣诗来回应，来做一个祈祷，咱才来。请索隆长老来做报告吼。咱要来吟首圣诗140首，耶稣的手扶持我。咱来吟第一节，副歌唱2遍就会使。140首。大家来吟第一节来，耶稣的手扶持我，安稳的行程，忍耐那阴蒙着我，互我灵魂安定，温柔听他的声音，为给我心有福。对阳光天东降临，想象安慰是我，耶稣的手扶持我，安稳的行程，忍耐那阴蒙着我，互我灵魂安。副歌搁唱一遍来。耶稣的手扶持我，安稳的行程，忍耐那阴蒙着我，互我灵魂安宁。今日这位咱要进行2项的祈祷，头一项是咱回应今日的主题圣经所予咱的教示，咱甲主讲主啊，愿你互阮。谦卑接受耶和华的教导，是生活的教导，是生命的教导。通过信仰，通过圣神的指导，互咱明白这个生命的真理。然后咱教会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信仰的培育的课程，会让大大复兴，做这兄弟姊妹通过这个得到造就甲帮助。第二部分，咱拄则伫咱的这个敬拜赞美的中间，咱有做伙代祷，咱搁一遍。为着病痛中的兄弟来做祈祷，求主赐落伊的医治，伫咱众兄弟姊妹的身上，
伫软弱病痛的身上，也咱有拄着心灵软弱，有拄着家庭婚姻的困境的，以及咱有心灵的软弱，伫工作上、事业上拄着艰难的，求主亲自引带咱行过即款的难关，得到上帝所赏赐迄个平安、喜乐甲丰盛。咱为着家己的家庭祈祷，为着你的囝儿时岁来祈祷，求上帝亲自祝福，互咱的囡仔每一个拢接受耶和华的教导。咱大家做开声，为着这事来祈祷。主啊，上帝，感谢你的恩典，甲听从你的保守甲看顾，是阮适合伫阮正人的中间。愿你将新恩典赏赐阮，阮诚做上帝你好的学生。愿你接受圣经的真理的教导，接受这个美好的学习。阮伫一生的中间，因为得到生命的智慧，阮就要大大得到平安。愿上帝你的大灵亲自看顾，施落伫兄弟姊妹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阮为着家庭，为着细囝交托主。得到主的教导来献上祈祷，我也为着病痛中的兄弟来祈祷，求主施落医治甲透放，求你将平安赏赐伫阮兄弟姊妹身上。有人心灵有拄着软弱的，有人拄着家庭婚姻细囝拄着艰难的，求你亲自甲因刷开一切的重担。阮求你也保守阮的每一个家庭，阮的囝儿时岁，拢有上帝你美好的引导，引带因行伫人生稳定的道路，受祝福的道路。平安的道路，阮感谢你。主啊，阮的上帝感谢你，阮通过圣经的教示，互阮知影，阮要诚做主你圣神的好学生。愿圣神亲自教导阮，互阮伫人生的道路的中间，每一项代志的选择甲拍算，有上帝美好的旨意。互阮遵循你的话，行伫人生平安的道路。阮将教会中病痛兄弟交托你。愿你施落伊个医治甲透放伫因的中间，无论是伫厝内静养，还是伫病院接受医疗的，求主你的大灵医治临到伫因中间。阮有兄弟姊妹，无论是家庭，无论是生活、工作、事业，还是囝儿时岁、婚姻，还是心灵上拄着软正的，主阮恭敬交托。上帝你的大恩甲因同在，施落你对天顶来的祝福平安。感谢你。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随线接伫奉献进前，咱要请索隆长老、詹世荣长老来甲咱分享着咱教会教育事工咱要看一个底片，咱甲时间交予咱索隆长老。咱来看一段影片了，我再来做简单的报告。这是水乌的介绍。
这是咱伫疫情中间咱的水学的小朋友老师来做影片吼，伫逐礼拜来做影片来带遮个小朋友做伙敬拜吼。甲咱教会无共款，咱教会伫线顶敬拜拢是遮个同工吼来服侍毋过水学因伫这疫情中间，伊是所有的小朋友拢来参与吼，带祈祷、带诗歌、读圣经吼。老师来分享吼，足侪的即款的线顶的水学会当带领学生伫即个5月份开始的无法度来教会时阵，有缘会当和教会会当有好的连结吼。我遮要做简单的教育时间的报告，拄牧师嘛大概有甲咱分享教育的重要性。我即个时阵只是要甲大家强调，咱爱重视咱教会的教育的时间。咱除了看咱拄仔迄个影片，疫情中间的教会的水学的运作的情形以外，其实伫咱的疫情的前，咱教会水学有缘有一个活动吼。这是旧年圣诞节的一个活动吼，圣诞派对吼，邀请一个钢铁芭比林新贝姐妹吼，伫这所来做分享。带遮小朋友吼来认捌上帝吼，这足好的一个活动，有介侪会外的小朋友伫这圣诞节中间来参与这个活动吼。这是国外节，今年国外节一个活动吼，有教小朋友做一个复活兔的沙林吼，足水的一个沙林吼，内底会当有声吼，会当伫遐唱吼，所以这个小朋友足参与伫这国外节活动。过来伫疫情的前，咱有一个母亲节活动。是做母亲节花朵的制作哈，来送互妈妈哈。这是水学一个活动。除了这个活动以外，其实咱教会的教育时间毋是甲水学尔，拄牧师嘛讲有足侪的时间吼。有儿童的水学，这是一部分。有查经班，有文道的训练，就是神国民定的课程，甲丰盛生命的课程。我遮拢简单来做一个介绍。互咱来了解咱教会的教育时间。头一个水学，咱的水学，咱伫今年开始哈，10月份开始，咱已经恢复正常的水学的聚会。咱已经刷到伫教育中心的地下室。第一段就是早起9点，咱有5个班级哈，其中佫一个国中班哈，是青少年的查经班。第二段是早起的11点开始，一直到11点10分哈。咱有4个班级哈，这拢总共差不多10个班级哈，10个班级就是要有10位老师，10个班级搁合班的吼，所以一礼拜投一位老师，就大概拢10外位伫迄所在哈。咱的教材哈，咱的儿童的教材，初小是用中会水学的教材来教导，中小就是3、4年以后，咱用的。儿童归纳式的查经吼，所以等下咱有一个小朋友的迄个升级吼，就是为要升3年级的小朋友，咱会送伊一本圣经，因为咱为3年开始吼，咱就用圣经来做咱教育迄个教材吼，用归纳式的查经来上课。目前的人数，那小朋友大概有90几位吼，平均每礼拜大概有50几位、60位的小朋友来参与伫咱教会的主日学。咱的老师目前有31位，其中实际上课的老师是20位尔。其实老师是非常的无够的吼，啥非常无够？因为咱是2场的礼拜，每礼拜拢10外位老师，咱老师咱一个月会当专心服侍，一个月咱专心伫咱这个所在敬拜，所以咱大概老师上无爱至30位。目前的老师实在是非常的欠缺。所以这个所在，我要呼吁咱在座的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参与水学这个时间我等下大概分享水学时间是安怎重要煞接这是咱所有老师的名非常的细无要紧，不过咱爱伫咱手部顶头嘛有老师的名咱常常伫咱每一天的祈祷中间提名为了这老师来祈祷。因为因是会影响到世间生命的人。我想要讲，这个水学是非常要紧的伫过去几冬，咱有介侪兄弟姊妹是
即是咱的新的来教会吼是新朋友。伫因分享中间讲，伊想要受洗，因常常伫分享讲是因细汉的时阵，因捌去过教会。因细汉的时阵捌去过教会的主日学，伊捌听过主日学老师讲的故事，伊知影讲伫教会内底有迄个听，有迄个温暖。所以虽然讲伊细汉的时阵还未信主，总是伊伫大汉的时阵，伊会拄着困难、拄着需要时，知影要来敲找即个教会。所以主日学的时间是非常的要紧，特别老师因是带了上帝的听，甲福音的迄个教导的种子，带到即个细汉的小朋友的心中。咱知影咱小朋友因的心是单纯的，咱用上帝听来听伊的时阵，伊是感受会到的。所以咱伫细汉时阵看袂到伊有啥物款的改变。总是迄个种子，像牧师讲，迄个种子伫伊的心中就是会布芽。总有一天，伊会转到即个教会，上帝会大大纪念主日学老师所摆列的这款的服饰。所以，即个所在，我要特别来呼吁咱在座的兄弟姊妹，呼吁恁来参与主日学的服饰。这是一个有影响力、甲真有价值的一个时间。目前是还是非常欠老师，特别咱伫今年，咱的邱宇校长吼，已经担任即个主日学的校长，已经担任10外冬啊，伊毋茫讲有跨新的人投入，所以目前我搁伫敲找适当的主日学校长，我也伫敲找一个主日学的老师，毋茫在座各位，无论你的年纪偌济，拢会当参与主日学的时间。因为这个主要时间侪需要兄弟姊妹来关心，所以除了讲咱用实际参与以外，咱用咱的祈祷用咱实际的服饰伫迄个时间顶面，我相信这个主要的小朋友，因的生命也因为恁的参与得到改变，恁就得到大大的祝福。过来除了主要的时间以外，我要搁来简单介绍咱的查经班。目前咱有几场的查经班吼，头一个是华语的查经班，目前是马教授伫主领，伫每礼拜下早起9点15分到10点15分，伫教育中心的1楼，伫查考罗马书，查考罗马书，这是华语的查经班。第二个查经班是英文的查经班，是李伟教授所主领的，伫每礼拜下早起同款9点15分到10点15分，伫咱2楼的会议室。目前伫查考出埃及记因就是用英文的圣经读去英文的圣经李教授用这来解说用英文来解说用英文来学习第三个查经班是台语查经班，是咱的林宗老师来主领的目前伫第2场的礼拜时间就是10点45分到11点45分，伫2楼的会议室，目前伫查考诗篇，欢迎兄弟姊妹做伙来参与这款查经班。除了这3个查经班以外，咱阁有一个青少年的查经班，就是咱主日学的国中班伫9点半到10点半，伫1楼的小会议室遐有需要如传道跟咱的新学生甲讲医师会轮流来带查考，即马目前查考是路加福音。这个查经班拢是对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真要紧的一个圣经的学习甲检讨。是讲，互咱搁了解上帝的话语是啥物货所以透过查经班会当互咱搁深入了解上帝的话所以欢迎兄弟姊妹来参与这查经班。第三，就是我要甲各位介绍咱的文道训练，咱讲的神国命定的课程。这个课程是咱所有兄弟姊妹拢会当来参与的。咱讲活到老学到老咱毋茫讲咱一生都要来学习这这个课程其实我嘛参加过几遍总是每一遍虽然迄个课程顶届捌上过每一遍搁参与的时阵，搁来了解的时阵，搁无共款的领受所以咱会当来参与即款的无共款的即款文道训练。咱头一个我用一个营会叫做全人更新营，咱一个新的会友入来咱的教会时阵，咱透过即个营会，会当互因知影因伫过去未真捌注意前，因是毋是受到无共款社恶的势力来控制因的生命，
透过即个群人更新营，互因甲即款诶无好诶即个邪灵，也是讲无好诶控制、无好诶思想，会当做一个真好诶一个隔断，会当安尼搁一遍来到上帝诶面前来接受上帝诶祝福，接受上帝领受上帝诶祝福，所以这是一个真好诶一个宴会。了后，咱就有一个文道诶学校诶课程。其这文道学校诶课程主要就是要互兄弟姊妹成做一个好诶基督徒，安怎互咱有好诶灵命诶生活，安怎有好诶祈祷生活、读经诶生活、灵修诶生活，要安怎互咱有好诶人际关系，要安怎互咱有好诶家庭诶生活，成做一个上帝所喜爱诶一个基督徒，互咱个人诶灵命会当成做合上帝旨意诶一个文道。这有17课诶课程，过来诶课程是文道大学。这个课程是要互兄弟姊妹，毋若成做一个基督徒尔，你会当成做一个服侍教会、服侍上帝、服侍人、祝福人诶人，会当训练你，会当安怎做见证，训练你安怎伫教会中间含人做伙来服侍，安怎含人做伙来服侍上帝，你会当参与服侍团队。你当参与小组的时间，会当参与传福音的时间。第三个课程也是领袖大学的课程，内底就是要安怎成做一个属灵教会属灵的领袖。咱有分做小组长的训练、中级的训练，当互咱每一个人会当成做一个会当学习来服侍教会，会当来做一个属灵祝福人引带人的一个领袖。了后，咱有一个好牧者的宴会，会当成做训练咱成做一个好诶牧者，成做上帝甲上帝同工诶牧者，会当来牧养，来咱分享带领咱诶兄弟姊妹做伙来亲近上帝一个宴会。最后有一个课程叫做大使命诶学校诶课程，这个课程是每一个兄弟姊妹都有当参与诶课程。这个课程啥物叫做大使命？就是传福音诶课程。透过这个大使命诶课程，咱会当参与伫教会传福音诶事工。幸福小组的时间，所以这个拢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咱一生中间常常去操练、常常去参与一个课程。上落尾要甲大家介绍一个丰盛生命的课程。咱有2个主要的团队伫服侍这个课程这个一个是教育装备团队，伫咱的周报内底第5页、第6页，拢有遮个课程的介绍。望咱兄弟姊妹会当来参与。会当来关心包含即个陪伴爱伤者的关怀课程拢是咱会当来参与的课程毋茫透过即款咱教育的即款的时间，毋但互咱家己得到祝福，嘛会当祝福一个人。所以即个所在要唤起每一个兄弟姊妹，咱除了奉献以外，咱除了祈祷以外，咱爱参与学习，更要紧咱参与服侍。伫教育服侍顶面，咱让咱成做一个会当互上帝欢喜、互使用的工人。咱的周报内底有一个奉献地，迄个奉献地是为着咱教育时间的奉献的奉献地。迄个奉献地内底咱会当甲咱感动放喺奉献地内底，为着咱的文道的基金，咱来奉献。这文道基金就是要用伫这款课程的内底。简单来报告。毋茫大家人来关心，为着这来奉献，所以这个时阵咱做伙来奉献。
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请坐。即时咱要来举行主日学升级的祝福礼，要颁发圣经，请主日学的小朋友。高水的细囝，因今年是国小3年啦，吼。本来咱进前就爱办互因啦，吼。毋过今年已经11月啊，吼。咱有恢复实体的聚会，我来办一本圣经，互因食做一生上帝美好的教导，吼。一周一金句，请咱掀开就业最后一页，咱来读一解。请，耶和华要行伫你的面前，伊要甲你伫地，伊无离开你，也无放杀你，无得惊，也无得论。申命记31章8节。这是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第2页，后主日敬拜服侍当中。主礼爱城兄弟书会散营结束，请咱看第4页，教会集体交通甲分会消息。咱看第3点，后一个主日11月14，就是要举办第1场的福音主日名人的讲座，邀请歌手爱城来做生命见证。咱欢迎会当邀请咱的好朋友、咱的厝边做伙来参加。也配合第6点，咱看第6点要推动感恩节甲圣诞节的福音事工，要鼓励各小组团体来配合爱城的这个见证分享，邀请牧道友来参加。线接了后，小组会当家己来选时间，咱来举办感恩节福音茶会，互咱的朋友、咱这牧道友通领受福音的恩典。咱看第9点。本会定伫12月12号要举行圣餐甲洗礼式，欢迎报名来洗礼。伫11月14进前来完成。咱看第11点，哀伤陪伴甲离婚关怀的课程，拄正素荣长老已经有报告，请咱的兄弟来注意看这内底时间，邀请兄弟朋友会当做伙来参加。咱看第12点，富强周末讲堂。真做一个好的管家。咱伫11月21号的下晡1点半到3点半，邀请吴清平讲师，伊要来主讲家事清洁。
收纳管理的工作，中心对主对厝做起，主要就是要来分享厝内的清洁甲管理。你会当扫描这个 QR code 啊，因为名额有限，请兄弟当踊跃来报名。最后婚礼消息，恭喜本会四道长老甲秋玉长老娘，因的大汉后生张志佳兄弟甲叶依林姊妹，定伫明年1月15日下晡2点10分，伫本会来举行婚礼，邀请兄弟来报名参加。报名伫1楼的这个公报栏吼，会当来遐签名。报告以上，请牧师来补充。咱今仔日11月的第一主日啦吼，小等的咱留几分钟来为着这受请来庆生吼。礼拜三时。牧师做几样补充，头一个就是讲，牧师即马无挂口罩吼，这是政府讲稍微啦吼，就是讲领事啦，是主讲啦，会当暂时甲口罩拔落来，因为咱离会又较远吼。大概最后是重点是讲，第一疫情进无疫情，第二是咱大家有挂口罩，总是咱得继续吼，照即个规矩，咱骨大关系啊。有时牧师拔口罩，感觉嘛怪怪，甲用毋知所以无用好势啊吼。毋过为着要讲话较清楚啦吼，看牧师的表情，可能安尼有即个需要，咱领事的人安尼，咱继续保持即个挂口罩吼。咱中级当选的名单，今仔日第2摆公告吼，这是照咱的法规的规定，咱为着这个受选的中级来代祷安尼吼。搁一项就是讲，咱小等的第2场礼拜煞有要开小会吼，请小会员准备心来参加吼。拄则有咧讲起，就讲咱即马11月恢复全面吼，咱教会大概所有事工拢恢复正常啊。咱即马吼，就是讲第1场礼拜咱小可有点仔变动哦吼，就是咱原来有一个早祷会，搁来敬拜赞美对无？咱即马甲伊浓缩起来，就是对8点40。就开始敬拜赞美，甲祈祷拢南做伙。所以目的是讲鼓励兄弟吼。咱有时想讲哇，早祷会20来伤赶，即马毋免40准时到。敬拜赞美，佮做伙祈祷。这是咱互伊较肃结，大家同心自执吼。鼓励咱兄弟吼，毋通讲我都等礼拜较来就好。头前这段。吟诗祈祷足重要，吼！欢迎咱大家8点40就来，咱第2场是10点50，吼，10点50安尼，即甲咱做提醒，吼。过来是咱11月28，吼，有要举行感恩节的感恩礼拜，吼，表示讲咱逐年拢伫即个感恩节的时阵，准备心来做奉献。为着教会事工的欠缺，咱有5、6个月无聚会，无现场的聚会吼。但是感谢主呢，咱真侪兄弟拢足关心，继续供给教会的需要。咱也用这个感恩节，咱疫情已经慢慢解封，会当用这个做感恩吼。咱另外同迄天11月28要举行年度事工研讨会，咱要邀请各团队的领袖、各小组、各团体的领袖吼，咱准备好一寡资料。通提供互咱的干事来整理做这个手册吼。咱另外12月12要举行圣餐甲洗礼式哦吼。请大家准备心，鼓励人报名，有真侪兄弟今年虽然无幸福小组，但是足侪兄弟有来报名吼。咱赶紧报应，咱要举办这个真理班吼，来参与安尼吼。请兄弟大家备办。另外，咱教会定的这个周历的手册吼，咱一本手册，咱这干部拢有哦吼，包括有定的，咱请来甲干事领，互咱即马开始要计划事工足好用，内面有真好的资料吼，用安尼甲咱做报告。小等咱礼拜三时，咱留落来做庆生，多谢。上营来吟上营的诗歌391首，阿乐天顶主宰，请起立，吟诗后请牧师祝祷。阿乐天顶主宰，从这天地甲办，保护万民，人人的菩提的当心阿乐上帝，阿乐三位一体，白
行诚信。阿门。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引带，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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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请坐灭岛，咱准备来庆生，咱请同工哈，这个蛋糕，咱灭岛煞，咱再来庆生。看下是为11月的寿车吼，哇！你要真饱的哦吼！记伫即个第6夜的所在，咱请寿车徛起来好无？来，咱11月哈，11月的寿车请徛起来，我甲你祝福一下。好，感谢主，咱来唱2遍生日快乐歌，台语甲英文的哈。咱要请即个月寿车代表贾牧师来分下席，来，再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主祝福你。未生日快，英文的嘿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牧师嘛是12月生日啦，所以我陪分一个来。来，咱来做一个祝福，再来结束，好，来祝福。主我的上帝感谢你，11月有真饱为阮的寿车，无论是对1号还是到30号，大家人都上帝你恩典的囝儿。阮求上帝帮助，互阮伫甲寿车是即个生日的时阵，搁较有感恩的心，因知影阮对老母的辛苦请养，才有今仔日。愿你保守阮大家，也伫主你的面前，用感恩的心来服侍、来敬拜。愿你祝福阮遮的寿车每一个兄弟姊妹，大家人心身肉体平安健康，伫工作事业以及家庭，拢上帝满满的祝福，也伫各项事的顶面显出耶稣基督美好的恩典，真侪美好的见证。也愿主祝福阮大家，要转去路站一路拢平安。特别阮伫后礼拜有爱情兄弟的见证会，互阮大家用行动邀请朋友、亲人做伙来参加，领受这个恩典福音的祝福。感谢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搁一遍恭喜大家平安，大家互相祝福平安。